黑沙村民互助會慶祝大王誕祈福儀式，4月2日中午12時在廟前舉行。黑沙村民互助會會長張大文表示，黑沙村大王廟有100多年歷史，是村內最具歷史價值的廟宇建築。每年村民都自發舉行恭賀大王寶誕慶祝活動，只為傳承傳統風俗文化，豐富村民文娛生活，促進村民團結，弘揚互敬互愛的優良傳統。近年，特區政府在廟宇保育和推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讓本地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源得以保存。該會未來將繼續努力，加強推廣和保護地方傳統民族文化。亦因見政府積極推動黑沙區發展，黑沙青少年活動體驗營露營區和4輪車場預計可於今年下半年率先開放，並爭取於明年第4季完成全部工程，屆時可為黑沙引進更多客流。此外，黑沙村歷史文化底蘊深厚，建議在公園內設置小型歷史博物館，展示古村落文化與歷史，加以整合與活化，讓更多人深入認識黑沙的文化特色。並因此期盼政府適時完善交通網絡，考慮將輕軌延伸至黑沙，方便居民與旅客往來，為該區注入更多活力。